来镜头搁回到这个台南市，一透早嘛是落这个雷公雨，真侪民众是透雨来上班。市长黄伟摕伫个面册，提醒着市民出门通勤都要小心，是吸引着袂少市民来留言。搁有人真下客咯，问市长敢有要停班停课？ 上班时间大雨一直落，翘倒摆上班呢真辛苦。台南这场雨为今日透早就开始落啊。天也未光，大雨就一直落，真个所在拢积水，阁唔若落雨尔，还阁雷公兼死呐。雷公雨和台南的乡亲困扰未数是。蛮大的，在凌晨的时候，风不大，雨是有，雨势还蛮大的。 困未去，也有台南市长黄伟摕透早伫面册就问市民讲，三个半暝敢有互雷公吵着？受到低压带西南风、海陆交汇影响，天气较不稳定。透早到早起，台南地区较出现阵雨，也是雷雨，提醒乡亲出外时，行路驶车拢爱细致。有人写讲，伫新年雷公声有够大声，雨嘛有够大。有人话讲市长救人哦，也有这个网友写讲，这个敢是会当停班停课？ 不太合理的，也不是晒很久啦。那一年大概放200天。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料，为透早开始到早起10点外，雨量头一名伫台南的南区。中央气象署嘛针对嘉义县台南市发布雨特报，嘉义市高雄屏东的大雨的特报。天气不稳定，咱的乡亲爱防范向向拼大雨、但雷公甲较低所在爱预防淹水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